大家好，啊5月嘅14號啊，啱啱其實拍咗一集李家定嘅事件嘅，OK 嚇，咁拍兩集，都係我對最近有啲事發生都係有我自己個人嘅睇法，OK 嚇，琴日就發生咗件事啦，周佩賢女士啦，OK 嚇，一個好大叫樂豐集團嘅創辦人啦，周女士嚇，OK 嚇，咁同埋一間好出名嘅餐廳啦，OK 嚇，咁咧就呢間餐廳其實我啲仔女成日都去食飯嘅，OK 嚇，咁所以知道呢件事佢哋都好詫異，OK 嚇，咁咧就燒炭過咗身嚇，咁當然啦就都係嗰句嘅內容我就唔多講啦，即係點樣佢因為做地產搞得太大咁樣遇到困難咁樣啦嚇，犧牲咗，真係坦白講啦，呢排即係香港冇環境，做老闆嘅我就覺得呢2年疫情之後咧，因為疫情真係影響經濟好大其實呢個係最根深蒂固嘅影響，即係疫情可能話我哋打咗咩針啊，或者乜嘢生活習慣，因為生活習慣改變咗啦。OK，咁同埋你諗下啦，做老闆做生意嘅有幾年差唔多停頓或者躺平，即係哪怕你生存到國家又好乜好，你而家要開翻之後，因為真係即係等我仔去澳洲讀書3年疫情，咁佢停咗，咁你而家就咪翻去讀翻3年，啱啱先畢業翻嚟啊！翻嚟畢業都27歲啦已經，咁應該24歲就畢業噶啦，咁冇辦法㗎，係咪？咁我仔咪可能而家壓力係大咗啦，翻嚟即刻要搞下事業即係要闖下啦，27歲都唔細嘅 OK 啊。咁但係如果你話24歲畢咗業，佢仲有幾年可以盲頭烏蠅出嚟撞下都得咁所以咧就壓力係大咗啊，辛苦咗如果3年裏邊疫情裏邊，大家知得到其實都幾浪費時間 OK 我就好彩就拍片咁有觀眾去支持我睇，咁我冇咁悶如果唔係你平常人嚟講，呢3年其實真係嘥咗好多時間。咁你知咧，時間就係一個經濟嘅支柱，即係你有時間你先有生產噶嘛，即係有嘢做先有生產，有生產先有經濟噶嘛有經濟你先至有身家噶嘛。咁所以其實係好大影響尤其是當時疫情比較管制嚴格嘅國家或者地方，咁咧就咁所以其實做生意真係難嘅。亦都因為原因咧，其實而家好多物價等等咧，就即係樓價有跌啦，物價有跌啦，好多嘢都係咁樣啦咁當然啦，你話即係我就成日咁諗嘅，即係退咗休嗰啲咧，你話已經即係冇翻工啦，冇做生意嗰啲，其實就生活都幾開心嘅，我覺得，因為點解啲嘢平咗啊嘛，啲嘢平咗，咁你拿住嚿錢 ，OK，咁你咪好使咗咯，OK 咁同埋因為而家生意難做啲服務好啲好多嘢嘅嗰啲質量質素亦都會好，因為大家競爭咧就要鬥服務好，但係你而家就買間大灣區樓幾位多服務係咪？因為而家競爭大啊嘛，係嘛？以前你諗買間香港樓有冇咩服務係咪？買完就簽完約就拜拜啦，啲中介已經係嘛？而家唔同要鬥生意，咁服務做到周到中秋節都要要拜訪下，打個電話問候下啦，係咪？咁所以其實如果講生活就冇乜嘢，但係如果講做生意嗰班老闆就真係好慘。咁當然啦，睇你做咩行業啦，但係好多行業都好大嘅，真係好大個衝擊好大衝擊。當然飲食行業嗰啲係頭號衝擊添加上你好多時做生意，以前我哋做生意做大咗嘅，其實一定係掂地產嘅，點會冇即係你唔好話炒樓啦，即係起碼都可能會都要譬如自己間鋪頭或者自己間公司嘅寫字樓，咁賺到錢啦，都會買落嚟啦，無謂租啦，係咪？自己住間樓又會買落嚟啦 ，OK 咁當然啦，再多啲錢嗰啲就真係會開始投資磚頭玩多啲啦。咁所以其實你話地產個市道一跌咧，其實對啲做生意嘅老闆係肯定有影響，因為咧你一跌嘅時候咧，其實即係你整個資金嘅流轉啦，因為銀行因為香港買物業咧，其實咧有幾多個話唔使銀行？OK 你一係就揾銀行，一係就幕後揾金主。咁金主同銀行咧喺香港嚟講咧，都係好癲姐嚟嘅。OK 即係越好環境越叫你借多啲錢越差環境即刻就收噶啦。OK， 喂 call loan 啦，我哋叫做 call loan 啦。OK call loan 啦。咁所以咧就我知嘅，明白做老闆係好大壓力嘅。但係點講都好咧，即係我都勸喻大家，即係如果有啲而家同我，即係我都係遇緊困難。坦白講，我經濟都唔好。OK 因為即係唔好講，我自己都有樓喺手，我啲樓都跌晒，同大家一樣跌㗎。所以有啲成日喺度唱我啲，又話點又點。喂，我諗我係最特別一個買樓嘅中介嘅全部我未拍片未做中介之前，我已經幾廿年前我開始都係大陸買樓深圳樓
廣州樓啊 OK 嚇，咁我都講咗無數故事啦，唔想再講啦嚇。咁啊一直我都有喺內地有買樓啦，有住啦，有工作需要，有投資，有收租。啊，直至我做呢行嘅時候，更加接得多發展商，更加睇到好多好正嘅項目嚇。咁啊為我未來咁其實即係我都喺內地都有好多樓宇喺手。咁而家你話個大市跌，我都跌㗎，唔係話幫我買樓嗰啲跌㗎嘛，我都係陪大家一齊跌嚇，水一齊漲一齊降㗎嘛，同一條船嚟嘅嚇，咁啊大家就唔需要講咁多一啲難聽嘅説話嘅。咁咧就其實咧啱啱咧，我亦都係有一條片咧俾我睇到，係令我好感動嘅。咁所以一個好大嘅對比啦嚇，嗰條片咧我睇可唔可以剪少少俾喺內地嘅 OK 嚇，好感動嘅。咁啊點解咧？因為喺我同我太太咧之前去呢個雲南去九寨溝，係去九寨溝嘅時候，唔係雲南對唔住，係成都九寨溝。因為我哋去九寨溝咧就要經過成都，跟住我揸車，即係早期我係揸車，收尾係搭高鐵嘅。咁跟住咧就揸幾日車嘅。咁因為我哋每個地方去住咁樣，即係一路玩上去，你就咁一殺上去就辛苦啲咯。咁我哋所以揸一日住一日，揸一日住一日咁樣。咁曾經咧就去過汶川，而且汶川咧之前阿 Annie 空姐嗰時候，我有搞過一啲旅行團去參觀汶川嗰個即係地震嗰個舊址嘅。咁啊就即係我覺得即係中國人必看啊，因為呢個係一個好悲慘嘅一個災難嚟嘅。69227人死亡，374643人受傷，17923人失蹤，是我國成立以來破壞力最大的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後傷亡最嚴重的一次地震。這便是2008年5.12大地震真實畫面，每回看一次，我的眼角就濕潤一次。就係08年汶川地震一個嘅生還者 ，OK， 咁我就睇。我就被深深的埋在地下7天7夜。但係我真係同大家講，如果你睇呢一條短視頻咧，你真係準備紙巾啊！因為連我60幾歲嘅男人，我係冇諗到撳到嘅，即係我唔係因為有人叫我睇而睇，我撳一撳，我真係睇入去。因為我初以為佢係唔係即係假嘅 ，OK 嚇，即係揾你知有時有啲短視頻都係會搞到好可憐啊咁樣，跟住又話有人去幫佢啊咁樣，去吸流量啊，都有啲呢啲嘅。咁我初就咦係咪又係呢啲咧咁？咁因為初我一出現嘅時候，見佢話汶川大地震，但係佢真係講嘢都唔掂，佢係俾支奶佢飲嘅時候，佢係飲到成口流晒出嚟，跟住嗰個記者啊就同佢抹嘴，咁啊都即係好可憐嘅。OK 嚇，好啦，咁我真係大家要用紙巾。咁收尾我睇晒佢講所有嘢，同埋上網搜過。係真人真事嚟嘅 ，OK， 咁大家我都歡迎大家入去睇下呢條短視頻嘅。我查咗啦，佢係喺 Facebook 裏邊短視頻出嚟嘅。佢呢個叫李嬌，咁咧就當時地震嘅時候，佢有學校。咁你知大地震好多年前啦，佢有學校嗰時有學生仔。咁當時初震嘅時候咧，佢係帶住7個同學 ，OK， 就一路由大堂走到去窗口。咁係唔知幾層樓高嘅，跟住無可走啦。佢知道地震啦，跟住咧就係俾個操場有啲膠地定咩啦，我記下，反正纖維地。咁但係冇法可走，咁佢就嗌啲同學去帶住，佢係帶住嘅，帶啲同學就叫佢跳。咁跳咗好多個，咁咧就，但係仲有一個同學仔唔敢跳，因為高。咁佢個同學仔唔跳，佢又唔敢跳，係咪先？咁啊用好多辦法去勸佢，最撚尾。因為佢感覺冧落嚟啦，開始就推埋嗰個同學仔落去，咁咧就，但係結果佢自己走唔甩，就砸咗落嚟，砸咗落嚟之後就砸咗去埋咗去下邊，7日7夜，我冇睇錯啊，7日7夜先救翻出嚟 ，OK， 靠落雨啲雨水啊，好似有落雨啫嚇，咁生存到，咁當然啦，出咗嚟缺晒氧。好似話係一隻嗰啲警犬揾到佢嘅 ，OK 嚇，咁啊缺晒水等等，缺氧等等，出到嚟咧就昏迷咗唔知昏迷咗幾多日 ，OK， 昏迷咗好多日 ，OK 嚇，詳細我唔多講，大家可以自己睇片。咁就因為咁嘅原因咧，令到佢係講唔到嘢，行唔到路，佢瞓床瞓咗3年，你諗下，佢瞓喺張床度3年，喐唔到，講唔到嘢，喐唔到，咁咧就。好可憐啦，咁但係佢收尾就
意志好堅強啦，咁一路咧就用盡辦法，咁咧就收尾開始行到路，咁啊講嘢個頭咁樣啊，佢話行到路，但係個頭咧控制唔到啦，即係係咯，就會成日抽搐啊。最早佢講唔到嘢，佢都話收尾一路用盡辦法去講嘢。咁當然而家你睇佢條片嘅時候，佢係即係講嘢就聽得唔清楚啦，頭又揈啦，但係行到路咯。哇！佢直情講話，佢好感恩，佢好感恩，佢話佢好幸福，佢話好幸運啊，唔係幸福。佢話佢好感恩，佢好幸運。佢話我本來唔行得，我而家行得。本來我講唔到嘢，我而家講到嘢。本來我個頭唔喐得，而家我喐得。佢話我好運。咁當然佢而家去做緊啲送外賣嗰啲嘅，做緊啲送外賣咁嗰啲，咁就係當然好唔方便啦。咁我真係眼淚都流咗出嚟咯。咁同埋佢一路好自責，佢對住個鏡頭係喊晒，流咗眼淚。就係佢話佢應該救多啲人，即係佢覺得救得太少人，同埋佢阿哥都埋在裏邊。咁佢初有聽到阿哥嗌多兩聲都冇聲，可能死咗收尾。咁佢阿哥係救唔到佢哥出嚟啦。咁佢覺得好虧欠咯，即係救唔到佢哥，救唔到佢話當時會唔會話動作快啲或者早啲點就可以救多啲人咧？即係一個咁個心地咁善良嘅人，即係自己遭遇到咁嘅困難，佢都冇話怨天怨地，覺得自己條命唔好，係嘛？佢仲喺度即係仲喺度第一就感恩話自己好彩，第二仲要去怪責自己，其實就係咪應該救多啲？即係你諗下一個人，你從唔同嘅角度去諗一件事。真係完全唔同晒。嗱，如果俾一個唔係正能量或者啲悲觀嘅，點解我會遇到呢個咁嘅情況？早知嗰個有唔喺學校咪好咯，阿媽仲要做乜要我返呢個學校啊？我做乜？點解四川會有地震㗎？係咪？政府點解救援咁遲啊？點解我做中國人都得㗎？係咪先？即係如果你悲觀嘅話，你好多個理由，一大堆理由掟晒出嚟都係負面嘅，咁呢個人就會好唔開心咁好唔正能量咯咁大家都咁生活嘅咧，甚至如果你唔正能量，你怨天怨地，佢分鐘唔會咁快即係康復到咁多，即係可以起碼去話齋，起碼去行到路，起碼去講到嘢。佢就係因為佢正能量，佢好肯面對。OK， 所以真係嗰句天無絕人之路嘅即係你除非真係。唔係你自己安排，即係譬如有身體有病真係好似個哥哥咁，即係天災落嚟瓜咗咁呢啲自己控制唔到啦。但係當你仲有生命氣息嘅時候，真係我覺得係天無絕人之路嘅咁所以最近都有幾單嘢，仲有一個西餅嘅老闆咧就追賊，咁有啲又話佢唔係追賊，有啲話係自殺諸如此類咁同埋都話話佢都好唔開心因為啲工廠大廈即係大廈俾銀行銀主盤等等，都係嗰句啦。咁其實你話我大唔大壓力咧？我都好大壓力㗎，係咪咁但係錢財身外物咯咁即係咁又點啫？係咪咁食平啲咯，住差啲咯，冇乜所謂啫，係咪爭人錢嘅我分期還咯，係咪一筆還唔到咁多，你分多啲期數咯，係嘛？銀行 call 咯，咪同銀行講下數咯唔該銀行咪殺手殺你咩？係咪？咁所以我真係覺得好似佢話面對好多股東咁其實只要你有誠意正能量，同啲股東開心，其實喂啲股東都唔想攞你命，啲股東攞到你命，佢都鬥你都冇，係咪先？都唔想你話喂，即係自尋短見噶嘛。所以其實咧世界好大嘅，唔敢講你而家嘅世界你覺得美好，但係世界好大嘅。OK 其實有好大個空間，我哋可以生存落去嘅。OK 但係咪可以俾你好好嘅享受，好好嘅環境好好嘅係啦享受咧？咁真係唔一定嘅。但係只要你即係努力，咁覺得係可以嘅。呢條片我都建議大家去睇嘅。咁當你身邊有啲朋友可能係好灰心好咩，你俾呢條片同我一樣，而家俾大家睇一樣。喂！我收尾我都有發喺我自己嘅博士 Facebook 我博士有個 Facebook 專頁嘅，但係歡迎大家入嚟，因為好多時我已經有感而發嗰啲，即係唔使剪片唔成嗰啲，我就會掟上去我嘅博士 Facebook 專頁嘅或者下邊我可以俾個連結俾 QR code 大家，咁大家就有啲即時嘅信息咧去睇到我博士 Facebook 嘅專頁嘅，咁我都發上去，我話連佢遇到咁嘅遭遇，佢都覺得自己係幸運。
咁我哋仲日常裏邊仲有啲乜嘢嘅困難遇到，我哋覺得係有問題咧，係咪？我哋真係即係講難聽，我哋真係鵪鶉都唔好出一句聲，即係有乜大不了咧？係咪？佢係講緊連行動講嘢都有問題。OK 嚇，咁啊，大家睇呢條片係好正能量嘅，希望大家都有朋友圈分享出去啦，同埋俾分個 like 我啦嚇。咁以後咧，我都會拍好多呢啲生活片啊，同阿博士啲剝花生嘅，但係我都唔會咧喺我灣區博士嗰個置業頻道裏邊播放，我都係會播放喺呢個博士北上醫師嘅頻道，生活啊、剝花生啊，同埋一啲社會嘅情況啦，我都會喺呢條頻道度播放，因為係比較分類咗佢嚇，咁啊大家睇得過癮啲、開心啲。咁呢條頻道如果大家係新入嚟嘅，未訂閱記住訂閱啦嚇。咁啊，其實我有好多時事，好多係有好多時事，我都有好多我唔同嘅睇法嚇。尤其是我內地，我係比較即係成日都喺度啦嚇。咁啊，其實都想多啲同大家分享，不過咧我要多啲觀眾嚇，咁所以大家記住啊，未訂閱撳訂閱啦，同埋分享你朋友圈啊，亦都有志同道合嘅其他啲朋友嘅，中意睇呢啲嘅，你都可以叫佢加我博士呢個頻道嘅。多謝大家收睇，下集見，拜拜。